新年唔到3日就有5位名人離世，最細嘅25歲，最大嘅99歲，實在令人唏噓。69歲嘅袁長仁，武術表演藝術家；95歲嘅潘巧英，南京事件嘅幸存者；91歲嘅仇登波，著名外科醫生發明家；99歲嘅楊學高，中國政法大學著名嘅教授。最讓人心痛嘅係25歲嘅網紅秦貝貝，本以為天冷只係老人家難熬，冇諗到年紀輕輕嘅佢，亦都未能夠戰勝病魔。點解我哋時不時會聽到有人琴日都仲好地地，今日就突然間話出咗事呢？最近天氣比較冷，大家一定要警惕呢兩種可能危及生命嘅疾病：心梗同埋腦梗。點解天氣冷嘅時候呢兩種病會高發呢？因為冷空氣一刺激到血管就會收縮，血壓就會跟住升高，心跳加快，心臟同血管嘅壓力就會直線上升。尤其係中老年人，血管本來就好脆弱，或者本身就有啲窄，再受下刺激，血栓將血管一塞，就可能誘發心梗同埋腦梗。所以今日我要同大家講4個保命嘅要點，大家一定要記住。第一點，血壓一定要盯緊，唔管你有冇高血壓嘅病史，屋企都要備一台血壓計，每日早晚各量一次血壓。如果高壓超過140，低壓超過咗90，就去睇下醫生，睇下能唔能夠先通過控制飲食、改變作息習慣，將血壓控制落嚟。如果控制唔落嚟嘅話，該食藥就食藥，因為短期內嘅高血壓可能冇咩病症，但係長期嘅高血壓就好似溫水煮青蛙一樣，佢會不斷咁樣折磨血管，狹窄長斑塊，斑塊一跌就會形成血栓，誘發心梗同埋腦梗。第二，唔好熬夜，唔好熬夜，唔好熬夜。重要嘅事情講3次。天氣冷啦，本來血管就容易收縮痙攣，你再一熬夜，交感神經一興奮，對本來就有三高嘅人嚟講，就好似火上燒油。所以大家盡量仲係早啲喺11點之前就瞓覺。第三，凡事盡量慢半拍。比如講，你早上起身嘅時候，千祈唔好霎一聲起身，先喺床上邊瞓多1分鐘，醒一醒神，唞一唞。坐起身之後喺床邊再唞1分鐘，唞下先，然之後再慢慢落床，避免體位嘅突然變化刺激血管。中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呢一點，運動亦都唔好太猛。早上天氣比較冷，劇烈運動嘅話就可能令心臟血管頂唔住，不如等到中午或者晏晝嘅時候暖翻啲之後，你出去散散步、快步走、跳下廣場舞都係可以嘅，溫和嘅運動就夠啦。第四，危險嘅信號你千祈唔好忽視。就係話，如果出現突然嘅胸悶、心口痛，或者個嘴歪埋一邊、手腳有一邊突然間冇力，又千祈唔好猶豫，立即去醫院。呢啲都係心梗、腦梗嘅前兆，1分鐘都唔好耽擱，因為時間就係心機，時間就係腦細胞。所以天冷啦，呢啲保命嘅知識，大家一定要轉發俾你屋企嘅老人同埋身邊嘅朋友。三叔喺呢度祝願大家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遠離意外。